粵超助攻第一人喎，啱啱好，即係幾萬人咁喺度嗌住佢嘅名嘅時候，哇，好興奮係嘛？係啊，最正，靚正啊，真係！上場帶你睇不一樣的粵超。今日嘅嘉賓係今日好榮幸請到兩位廣東嘅足球人，介紹下自己。98年啦，我出世咁，第個都喺燕子江嗰時訓練。跟住而家嘅粵超廣州隊主教練彭指導，所以都比較多回憶啊！我諗住海哥人仲多。話你一講起我哋啲80後嘅，而家叫中坑啦，或者係嘛？我係荔體長大嘅，咁以前荔體就沙場，有沙場呢個天然嘅保護射力啊，咁樣嗰啲即係變向啊嗰啲係比較靈活啲咯。第二個比較深刻嘅就係我哋可能個人士就得一條出路啦，冇而家話有咁多後路可行嘅話，咁就咁得一條路啊，咁啊埋頭苦幹啦。你哋後嚟比賽係咪都經常向壽山球場比㗎啦？有冇話啲比較得意嘅故仔可以講下？係啊，以前都踢過啦，越秀山，不過就肯定機會就冇阿海哥咁多啊。不過咧，即係越秀山對於我哋廣州足球人嚟講咧，比較神聖嘅一個地方啊！即係講真啦，係好期望可以喺上面踢波。入到一個球場咧就好興奮。包括嗰種氛圍啊，因為喺山谷下邊啊，好似即係幾萬人咁喺度嗌住佢嘅名嘅時候啊，哇，好興奮係嘛？但係咧嗰種氛圍真係好正啊！梁老師應該係啦，粵超助攻第一人喎，啱啱好。我接住佢講啦，喺越秀山咧一個傳承，即係廣州人喺越秀山踢波係一種光榮嘅。咁我哋細細個睇住阿國哥佢哋啊，即係彭偉國啊、麥超啊，佢哋踢喺越秀山踢波嘅時候，咁啊當時衝超啊，咁嗰啲成個場景氛圍而家仲係歷歷在望啦，甚至乎而家做教練啦，可以夢想亦都係希望帶住班廣州仔喺越秀山入邊踢波咁咯，甚至乎係踢最高級別嘅賽事咁樣咯。咁係咪因為粵超你哋先會再次又見翻面啦？都有可能係，因為點講咧？一個佢哋主教練阿彭指導係我哋嘅大師兄嚟噶嘛，即係嗰啲聲望啊好高下噶，嗰啲即係畢竟係自己嘅隊伍，都係廣州隊踢波啊嘛，都有會睇下咁樣咯，即係關注下咁咯。咁你哋覺得粵超對於廣州足球青訓嘅幫助去到邊度？因為好耐冇試過咁專業嘅訓練，咁專業嘅強度，咁專業嘅後勤團隊。呢兩場踢完之後，我都覺得即係好開心啊！返學校啲領導啊、同事啊，或者係啲學生都會好關注你，咁肯定都想自己而家仲可以盡一份力，為廣州足球做出一啲貢獻啦，係啊！希望可以攞到冠軍啦，最後尾。因為打粵超有上班嘅、唔上班嘅係嘛？學生嘅，即係各個唔同職業嘅，有唔同領域嘅人員去參與，即係證明佢係中意足球啊嘛，先至會影響到下邊嗰啲僆仔。對於我哋從事青訓係一個好事啦。咁你哋有冇咩印象深刻嘅球隊？最有特色一定係我哋嘅廣州隊㗎啦，呢樣嘢就無可厚非。咁但係其他咧，即係好似我哋啲師兄嘅麥廣良佢哋啊，我都有關注。我哋都成日關注湛江足球啊，湛江你每一場波都換下2萬人啊咁入球場嘅嗰種氛圍啊，真係好好啊！除咗睇波之外，去邊都係着住湛江嘅紅色衫。但係而家咧高鐵比較發達啦，山頭啊嗰邊都唔錯，山頭唔錯，最正靚正啊，真係牛肉火鍋、啲海鮮啦，係嘛啲。每個地方有佢唔同嘅特色啦，我覺得係幾好啊。係嘛，等大家多啲了解當地嘅一個文化係比較好嘅。佢哋生於不同嘅年代，但都響越秀山體育場踢波長大。同一份堅持，同一份熱愛，只要繼續有人上場，廣東足球嘅故事就會繼續講落去。